Hello，各位朋友们早安！我看到福妈妈已经在那里等了哈。福妈妈你好，谢谢你这么早。第一排，我们台语讲座第一排都是福妈妈站走的哈。来让她出现一下，嘿嘿，福妈妈有没有？感谢你哈。如果你在前面的话，欢迎你跟我们打招呼，你跟我们说说，你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有唱什么好听的台语歌，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下次就可以唱。哦，奇雅不甘示弱，好，组长嗨，很好。如果你有看到的话，我们麻烦你也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呢，跟你的朋友喜欢说台语的，我们一起。今天我们要学鼻化音，还有七声八调。哦，对了，安琪说我在直播室等你们哦。OK， 大家搞炸，很开心哦。今天又来了，越来越难，但是老师说很简单，因为快要结束了，最难的已经过了，老师这样说。嘿，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最难的哈，七声八调哈，因为是什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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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主持人都不会说哈，还有鼻化音，还有呢，我们今天要唱一首很特别的歌哈，叫做治好朋友就是耶稣。那这一首歌为什么呢？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它作曲的人呢，为什么他非常的，其实他的人生哦，听起来还好像是蛮怎么说呢？不知道要怎么说哈。在普通人的看呢，可能他就是很悲惨的哦，因为他在第一个未婚妻呢，要结婚前，未婚妻就到溺水哈，溺水死了。那后来呢，他又到就是有认识下一个老婆哈，那结婚啊，但是就是还没有结婚啊哈，也是不幸哈，意外身亡。那所以后来他并没有结婚，然后他的有一次呢，他的妈妈病重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首歌哈。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分享这首歌啊。琪雅说赶快来，对，好，这是我们等一下的学生哦。好，碧霞姐跟大家问好，对吗？大家早安。然后我们请大家上来啊，我们先跟老师问好哦。老师老炸，老师老炸，老师老炸哦，还有我们这个是我们忠实观众哈，杜先生，大家会念吗？来，我们来请学生上来念一下。杜先生说什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对，好，大家平安。有进步，还有我们会念你的那个评语。杜坚信弟兄平安。对，杜坚信弟兄，谢谢你哦。每次他都有留言哈，都有跟我们按赞哈。好，我们师母也来了。师母说我们精神可嘉。平安，精神可嘉的大家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师母好，师母好，谢谢，老师好。OK， 好，那我们呢今天比较特别，我们今天先没有唱歌哦，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才能唱得出来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学的，我们之前有学过，好多哦，母音、子音、鼻音、送气，然后上个礼拜是字组合音还没有念完。那我们今天有鼻化音，还有七声八调哈，所以我们要来复习上个礼拜的哦。好，大家记得吗？从第一个，嗨，第二个，呀，第三个，
这是 V 吗 ？V 对啊，V。 ？V 好，对啊好，第四个喂，对，很好。 V 哦，太好了，好，再来下一个，凹，对。好，第二个 U，第三个一优有优好，好，第四个哇哇哇，好哇，对哇哇，好，下一页哦，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好，这页比较简单哦，看简单。再来这个音，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哎，音这个是什么？就说音对音音哈音，对，这是英文的音啊。好，英文的音对。对，再来是下一页，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烟啊，第四个，非常好，来下一个，歪对，歪哦，第二个，弯，第三个，弯，第四个，用，对哈，老师，对用对，好。再来这个，我们上次有念哈，我们从横的开始好了，可以吗？八比不比，是波波是吗？是的。好，再来第二个就是爬皮普佩波波是吗？ Purple 哦，对，是这样。对，好，来第三个换人念。妈咪，对，安尼对，我们要点名哦，来组长点名一下，第四个谁念？组长是安琪姐姐，安琪。第四个比较难呢，第四个是凯莉吗？安琪的枪手。巴比布贝波波，对吧？对，很好。这个安琪可以点下一个。我点碧霞姐。哒哒滴嘟得哆，这个都有枪手的，很好，非常好。下一个是他是吗？组长。他滴嘟提头和特通。对，好，这边都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再来这个，我们请老师念一遍。那你努呢呢诺。哦，这个比较短是吗？哦，像我们那你努呢呢诺一样啊，都是母音，子音配母音，鼻音的第一个音有鼻音。好，所以第二行就是拉哩噜嘞。第二行就没有鼻音的哦，一二可以比看的哦。第二行说拉哩噜嘞咯，拉哩噜嘞咯咯。
对，那没有鼻音的哦。所以第三行就是嘎叽咕给哥哥是吗？对，你这样念就是对了。再来一行，在下面一行。卡基咕给哥哥也对啊，那就会念的，当老师好了。等一下，第5行我要请别人念，这个比较难，嘿嘿。谁自告奋勇一下？哦，东富哥念对了，对吗？对，这个比较难。最后一行，请那个凯蒂他们。对啊。对吧？很好，很好 ，really good。来，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还有一张。马上无语。沙鸡猪左叉，第二行是叉吗？叉七出车错。叉七出车错。哇，第3个不会了。对啊。鼻音哦，用鼻子发音。等一下，我们请老师再念一次。叫用鼻子发音都用鼻子发音。对，这是鼻音的。鼻音哦，这个跟刚才那个刚刚有一个 na 嘛GA 啊，那你努呢现在刚刚那个是跟这个那你努呢不一样，还有一个有没有？G 啊，对 G 那个是没有鼻音的哦 ，G 没有鼻音。G 没有鼻音，这个没有NGA 就有鼻音了。我们直接跳下一行，沙西苏塞瑟松是吗？这个简单呢，对，那来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不会。沙鸡日之的音的就日子的那个日，但不要卷舌。这个是舌前音，舌尖音 z。舌头在前面。不是卷舌哦，台语没有卷舌。鸡猪周。OK， 好啦，我们已经头晕了，所以要来唱歌，请老师放歌给我们听，谢谢。好，先念一遍吗？对呀。从头来好了。
好，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一首歌哈，治好朋友，记贺朋友，是耶稣。是我的有就是耶稣，难得最我可欢乐，只叫人无得多福气，万事龙腾对一个。心空修修是了边路，到花路看高速，只是对了没无情心，不放心到多中。有在我的有情，有心里多欢乐，有心下里多欢乐，我胸胸喜气，来给的，来给的家。有个家情丢，哥我的家还在我的家在个我所在的心里就在口述来给的。哦，好，那个有没有觉得比较简单？有啊，我们可以请老师教我们念一次哈，老师念一句，我们念一句。我练一次哦。念一次啊。记贺朋友就是耶稣。好，记贺朋友就是耶稣。来担当罪过甲欢乐。担当罪过甲欢乐。那不是罪过。罪过，因为罪过是鬼不对啦，但是罪过的话，一般都是说罪过，没有人说罪鬼。所以那个汉字一个字有很多个音，所以我们台语是说嘴挂啊。如果说要过去的过去哦，过有2个发音哦，在这里面叫嘴挂。所以我给定读一解哦，记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欢乐。第二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好，大家一起念。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万事拢通对伊讨。对。来第3行，心肝常常失了平安。心肝常常失了平安。道看路艰苦事。道看路艰苦事。这是什么意思？道看路艰苦事就是讲。叫做常常啊，那个道就是常常挂虑，就是烦恼愁烦，那个艰苦事痛苦的事。道跨路艰苦事，就是常常就是烦恼那个那个不舒服的不愉快的事。常常烦恼不愉快，道
跨如道道跨入艰苦事，最后一行，这是对咱袂有亲信。对啊，对咱无有亲亲信，这是对咱袂有亲信。这是对对咱无在这边这个句子很长，如果我把它分作2段来练的话，就是，这是对咱，那个咱就是要练第二音，如果要整个连起来，那个咱就变成第一音，这是对咱，这样一句话，袂有亲信，这样分作2句来练是这样练哦。可是连起来，你注意看那个咱的发音哦，这是对咱。袂有亲信，那个咱要你连起来，那个咱要变作第一音，这是对咱袂有亲信啊，这样念。对咱对，什么是对咱袂有亲信啊？OK， 就是这样念的。什么意思啊？什么是对咱这是从对咱袂有，这是从我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其实我们的信心还不够的意思啊。我们的信心还不够，就是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还不够，不能够放心。最后一段说，没有放心交托主，不能够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主，所以我们就烦恼啊。最后一行就说，这是对咱袂有亲信，袂有放心交托主。放心有的时候放心就放心，放心都有人说。但这一首歌呢，在这边是唱放心，可能比较好发音的。我知道了，我今天还看到有人说啊，那个很多基督徒都是说我们要来相信主啊，可是其实自己没有相信就是常常就会很烦恼说，怎么办啊？我明天不知道生意会不会好啊，或者是常常就会担心说，我身体这样会不会怎么，就是说担心东担心西这是对咱没有清醒，是这样啊。袂有放心就是好像并没有真的交托这样那我们要来唱一次吗？就这一节，好，清唱就好了大家会唱？太难了吧，清唱太难，好啦，老师放第一节就好，我们跟着唱一下这样。寂寞的有就是耶稣，等罪过可欢乐，真叫人有的痛，是让他对一个。心我就起了变了，花路的苦，这是对了没无情心，我发现我的苦。好，有比较会念的很好。那我们请老师念第2节。第2节说咸菜台语的咸菜就是也许也许咸菜牛着油焖7年，咸菜牛着油焖7年。咸菜牛着油焖就是油焖7年，焖米焖油焖7年。
有本7年，对，将财古着财古着有门7年，是什么大烦恼？是什么大烦恼？大烦恼。所以对头念到尾减财有着忧闷7年，是什么大烦恼？减财古着忧闷7年，是什么大烦恼？的确唔通常常失志。的确常常失志。的确就是绝对啊，就是说一定要这样的意思的确唔通常常失志。来，唔通常常失志，就将逐项来祈祷。对，逐项，就将逐项来祈祷，逐项就每一样，每一样就是逐项这样会会。来，下面几个朋友记减有朋友到这尽中。减有朋友到这尽中。到这尽中，到这里多有没有？我们台语有一个这里多，就是那到这尽中，到这里多到这尽中。到这对，甘愿体贴万载好。甘愿体贴万载好。好，最后一行耶稣在咱心的软弱。耶稣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将这苦事来祈祷。很难念吗？耶稣在咱心的软弱。耶稣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好。老师，那个甘菜是也许的意思也许就是那个甘菜嘛。甘菜。甘菜2个字念的话就是甘菜。有 M 的音甘菜。甘菜，对，菜那个是 CHH， 是有送气的音。甘菜，第2音的菜如果是连到后面的话，那个菜变作菜，甘菜有着忧闷7年，因为要变音，所以每一个字都要变音的关系的。如果不是只有最后一个字不要变音，其他都要变。所以那个甘菜跟甘菜是一样的，只是音不一样。很像甘菜，不过不一样如果单独2个字念的话，这是甘菜甘菜的话，那个菜第3音甘菜。音不一样，写的都一样就写的一样，对，只有那个音不一样。甘菜好吃。就是甘菜，对，甘菜。甘菜有着忧闷7年。是什么大烦恼？好，那可以放吗？第2节。可以唱只放第2节会很难吗？
家亲友，我的家万在好，的家在的家，所在的心的我，在口出来给他。哦呵，哎，刚才那个这个是谁？凯莉的妈妈。对，台湾人学台语，原来以前弄欧北共哈。我们没有欧北共，只是我们不知道正确发音啊，就是对，没错。对呀、好，谢谢凯莉妈妈哈，忠实观众。诶，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很凄惨哈，可是他后来写的这首歌变成世界名曲哈，他翻成很多的语言，然后他一生也只有写这么一首歌。那我们有没有遇过，就是说像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哎，怎么好像都旁边都没有朋友可以帮忙啊，老公也不可靠，老婆也不可靠，或是我们认识的人都不可靠哈，都不能帮的。然后有没有这种状况哈？跟我们说说看。哎，谁先？老师要先吗？老师先。老师刚刚有说，老师先。干科数，那个干科就是说没有朋友。如果要说的话，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去爬山一次嘛，有时候还是会走迷了路了。不过我有一次是单独一个人迷路，那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因为山上很容易，大概下午3点以后，那个就看不见，因为雾太多了，看不见。那个时候已经5点，我单独一个人在山上走迷了路，脱队就脱离隊伍。那个时候真的有朋友、有家人、有老师，什么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可以靠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很紧张。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找耶稣，就是安静下来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力量叫你知道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就把背包背起来，因为吃的什么都还有。整夜走路的话，我还有手电筒，还有反正都有，什么都有设备哦，我就一点都不害怕。只有在那边安静，我自己培养自己体力，然后准备重新出发，往后走，就是往回走。不过中途啊，就是在想要出发以前，我就得救了，因为有一个学生哦，他也是脱队，他不是迷路，他是故意跑上来，因为他的速度太快，所以他先攻顶，就跑上来了，刚好救到我。那个是中兴大学的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他上来以后问他说那个休息的地方啊，就是说山屋在哪里啊？他就告诉我要怎么走，然后我就得救了，就是这样。哇，非常的神奇哈！连老师去爬山，那个他的女儿都会在旁边一直祷告。如果知道的话，老师都有时候没有告诉女儿，没办法。但是有告诉女儿的话，就会一直祷告，天使要与他同去哈。好，谢谢老师。还有下一个老师点名啊。东富啊，东富哥好了。东富好。好，那我来分享我的见证，就是植牙的故事啊。在几年前要靠麦克风一点。几年前，因为我的牙齿啊必须要植牙所以就到了医院去。那医生检查了，他说我总共有8颗牙齿必须要植。那原本我就是一个很怕坐在那个椅子上，这个牙医的椅子上的人，因为一上去之后，心里就会害怕那个心跳会加快。第一次
就这样子忍过。但是第2次在上那个台的时候，就好像是那个刑台一样，我就开始紧张。紧张的时候就那个血压不是就心跳就加快到100多。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已经信耶稣了，我就在台子上就一直喊耶稣，耶稣救我，耶稣帮我。我就一直这样子喊，说耶稣啊，你帮我，我受不了了，因为植牙它要挖，就像是那个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要把地基挖出来，然后要把基座放进去嘛，那要跟牙根的地方要结合，所以那个就像那个震动器的咚咚咚咚咚这样打，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这样子喊。结果那个医生他很体贴，也就是耶稣派来的天使啊，他帮我医治的时候，他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他说：“刘大哥，你的心跳怎么跳那么快？等一下，我先停一下。”结果他停下来之后，他说：“我给你散手，好吧？就是给我那个 oxygen 氧气啊。”我说：“好，给我氧气。”结果给我氧气之后，就心跳就慢慢降下来，一直降到80、90的时候，他说：“那这样子可以了吗？”我说：“可以。”好，那他就开始帮我做手术，所以这个过程我就感觉到那个经历耶稣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帮助。谢谢大家。果然很神奇哈，就是只要喊耶稣，天使就出现了哈。好，朋友你一定要试试看哈。他来点名啊，下一个。不会跪算盘吗？好，可以。榴莲皮，家里有榴莲皮啊，不是算盘。榴莲皮，榴莲皮这样噔。够恐怖。在这里呢，我要感谢神拣选我们全家，从我们信主到现在呢，已经17年了。我要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我们绝对走不到今天这样子。尤其我跟东父来到泰国，没有雄厚的财力背景，也没有技术背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因为每一次的困难呼求上帝，上帝都帮助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把4个孩子都养大了，然后我们还在这边继续生活，很感谢主，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我可以再分享一点点，小小一点，是有关那个除偶像的事情。可以吗？可以哈，好。好。那就是我们在开餐厅的时候，我在店里面有放一个地基组。那这个地基组每一个人来都说放在这里不好，放在那里不好。后来就是有基督徒来，就跟我们分享这个。那我们也感觉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已经去教会了吗？去教会了。去教会还没有受洗。对。那他就说，那把这个偶像除掉。我跟碧霞就达成共识是要把它除掉。那把它拿掉之后，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现在找我。那我可能是以前是军人，我就用命令的方式叫他离开，他就走了，就没有再来压我，再来烦扰我。但是后来碧霞这一段就让碧霞来分享好了。然后后来去找他，后来就找我，我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驱赶你走，就他就走掉了，命令他离开，他就走了。所以那个邪灵就。因为我们除偶像之后，那邪灵还来找我们，后来那个邪灵就离开，就没有再来干扰我们的生活了，我们就很平安了。所以感谢主。哇，这个更神奇哈！那个我们的耶稣金价后，金价是好朋友，不是那种好朋友，是这种好朋友。到处都在哈，随时都在，不管你半夜或是干嘛哈，都在。的好朋友，真的还不认识这个好朋友的，你一定要来赶快认识哈。感谢主啊，换组长啦，换组长了，耶！我分享一个我甲状腺开刀的那个，每一个人只要进手术房都很害怕嘛，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不害怕，因为我都跟主祷告说，
主啊，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开刀，让我全然相信医生的，你在医生的手，能够治疗我的那个，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拿出来，感谢。因为说实在，人的心里都会很恐惧、很害怕，无论你多么坚强，都是一样的。对。可是我们有主在我们身边保守着我们，让我们他赐给我们力量，真的那个是很稳定你心的力量，所以你不致害怕。阿们很好哈。耶稣不止在山上、手术房、房间，到处都，还有厕所。无所不在。对，好，所以下一个凯利哥，凯利哥，我大概就是31岁、32岁那一年，我去那个巴拿马工作，然后我其实离开台湾前，就爸爸身体就很不好了，然后结果我一去巴拿马，才去1-2个月吧，我爸就走了，就死了，然后结果我人都去了也回不去啊，然后那时候才刚去巴拿马，环境也不熟，也没有认识，真的也没有什么朋友在那边，所以那时候就比较孤单。可是还好，我们公司那时候在巴拿马的宿舍，就真的是走路走100米就有一个教会，就很幸运，就是宿舍旁边就有教会，而且是华人教会，所以那一年的时间就都去那个华人教会去聚会，然后参与他们的服事啊什么，然后结果就也靠主的恩典就走过来了，就很感谢。哇，真的是陪你度过那个最低谷的时候吗？对，很神奇哈。好，新娘，新娘是老娘，小姐姐。我就是非常近期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回国办签证，然后老公先回来，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回来，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那段时间应该是就是非常，甚至就是说连教会都没有，更惨，然后连一个那种好像交流沟通的人都没有，就是隔离在家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祷告的力量，然后可以帮助自己稍微缓解一下，然后其他的时候就是心情真的就是很荡，然后就是觉得主耶稣陪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1个月，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吧。我以为是半年呢，只有1个月，没有那么久。哦，就是你们防疫了半年，可是真正一个人就是1个月这样子。对，比较严格的差不多是一个半月吧，然后1个半月之后就稍微放宽一点，就稍微就没有那么难过了。但是还是很难想象哈，1个半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哈。对啊，我在那时候，我就你刚才在讲，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以前好像很少一个人啊，就是一个人的时候都很开心，但是后来因为有小孩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回台湾教书我在彰化所以家人都在台南，我就自己带着老大，老大那时候30岁，然后因为我老二就是大家知道我老二他就过世了嘛，他在100多天他就去被天父接走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其实还蛮难过，因为他刚过世的时候，然后我就跟神说，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结果后来因为我老大其实他很少讲话，然后那一天我就开车，然后刚好那天又送老公那时候在大陆工作，然后送他去机场，是不是觉得很可怜这样？
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一个人要带着小孩在台湾工作这样，然后很辛苦。然后后来那个上帝很好玩，他就让我的老大跟我说，妈妈那个我有看到弟弟哦。我说什么弟弟？弟弟已经走了。他说弟弟就在天上飞啊。他说他就像天使一样在跟我们笑。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啊。因为我老大本来就很少讲话，然后他也不太会跟我分享什么事情。然后他那一天就在车上跟我这样子说，然后就觉得安慰哈，就知道说，其实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他都知道，他也看见了。不管我们是开心或者是抱怨或者是难过我想他都知道，然后都在。好，那很开心，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老师，我们不认真，花很多时间聊天，但是很开心可以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的好，那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呢，也欢迎你来亲身体验好，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课程了，笔画母音。笔画母音，这个我就母音的上面，右上方加一个 n 就变成母音，所以就这样练了。啊就变啊，用鼻音来练啊就啊，一、u、a、o， 来看。啊一可以吗？啊一 u a o。啊一 u a o。来用鼻子念来大家一起来啊一 我就困了这样可以吧？这个要自己多练习，用鼻子发音啊一 u a o。啊一 u a o。怎么觉得很像大舌头啊？啊一 u a o， 舌头不见了。不过台语台湾话它的精华就是在鼻音。有很多人说台湾人的女孩子讲台语就特别温柔可爱，只要讲台语就变成非常温柔，因为它有很多鼻音，那个鼻音诱惑力还是很强的你看，如果说一个人说哥哥，这诱惑力不同他叫哥，你看不一样有没有？就是因为他的鼻音很多，台语如果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安琪讲话很好听，因为他讲话有卷舌，可是我们学不来，所以你要讲北京话一定要卷舌才是会好听你要讲台语一定要有鼻音才是好听，而且鼻音你应该知道，以后我们再看看这个鼻音是很好的一个有文化的，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讲那下面一章我们很快把这个练完了。I 的鼻音 I 连 I 可以的 I 第二个是凹来再来是妞，那个 O 的妞再来呀I 你说呀好I 凹妞呀，然后练练看四个字一起来I 凹呀可以吗？你练练看，我来听。来 U
来 O A 哇最后一个是 Y 的鼻音就 Y， 我们关门 Y 叫 Y 就是那个 Y。歪了，歪。好，腰北到腰的腰 I U 哦，腰变腰，小猫喵。哎，你这张怎么会变这样？对啊。字体放大了。好，可以吗？有问题吗？这个地方。腰。哎 ，O A 什么 ？O A 什么 ？O A 哈 ，O A 那个读作蛙鼻音的话蛙，如果没有鼻音就是蛙嘛，对不对？蛙，然后你加鼻音，蛙，比如说旁蛙加。我们吃饭都是要用碗，那个碗就是说哇，就是第二音呐哈，这个就是哇，所以哇，这个哇的低音哇 ，OK。OK。喂。哦，可以吧？这一张哦。I A U 喵，好，对，那个就喵。好，这个是用鼻音来练哦，练习一下，加那个就是加子音以后 ，P A 本来叫八，那现在有鼻音叫八。八，就是汽车的声音八比不贝啵啵，来试试看。八比不好，第二啪的鼻音叫做啪，知道吗？啪，第一个是啪。P 第三P都是鼻子发音。第三行哒滴诶，甜的东西叫滴嘛，就是那个滴，哒滴嘟的哆，哆，那再来，它的鼻音叫它，就好像普通话里面的它，就那个字一样哦。他踢就踢的踢，他踢突踢拖，乐器那一行，然后 K 那一行 KA 啊，那一行就练嘎的鼻音，叫嘎叽咕给哥。最后一行本来叫咔嘛，对不对？没有鼻音是咔，现在有鼻音叫咔，T U K K K，这个要多练习哦，两个比较多练习，一定要多练习，要不然发音好像很困难。但是你练习多了以后啊，就习惯以后就可以。但是你现在要懂得那个方法，就发音的方法懂就好了。
其他有时间再自己多加练习。哦，所以老师念一次。从头。好，那今天只有到这一章就结束了哈，我们时间到了哈。来，第一个从头开，我念一次给你听，你回去再慢慢去练哈。你先用没有鼻音跟有鼻音来做比较。比如没有鼻音的话，嘎，这个就是练嘎嘛，嘎。有鼻音就嘎，你看啊，是有差别的，所以我练。第二行哈hi hu he ho。第三行扎鸡猪这第四行CH 那样哦，叉七出车初 S 那一行三四数四数，最后一行ra zi ru ze zo 都有鼻音，就这样念。这样从这边到第一章，我几乎把所有的字母所配的音通通写出来了，这几个音你都会。台语就是用几个音就可以讲话了，也可以写文章，没有超出这几个。我们总共已经弄了很多个哦。没有超。有问题吗？那今天我们只弄到这里。那个有关声音头，这个我先念一遍，你回家练习哦。然后下一次我们再开始讲发音。我用示意就前面，如果你看看这一张图里面的最上面一行，我上面有用蓝色的笔，往左配用往右配，还有 PTKH， 再来是一个倒钩，再来是往右配，然后一个长一行的，那个怎么说呢？第一个声调就是完全没有，就是空白，就是第一个声调。要不要把我那个解释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就结束。我先把这个讲一下，下个礼拜来的时候速度才快第一个音，上面一行蓝色那一个字，就是你要写字的时候上面要标音，如果通通没有，我们称它为第一个声调一。第二个声调就是上面的往，现在是往左边有没有往左边配下去？那个是第二声第三声是往右边配下去，然后第四声就是字的后面有 PTKH， 这四个字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比如说 PUT put 这个就是第四声第四声就后面有 PTKH 的任何一个字。那第五声呢，就是倒钩。好像打勾的倒过来第六声跟第二声完全一样，所以第六跟第二合成就等于是一个，那一个的，所以有人说7个音就是因为2跟6一样然后第7音呢，就是你上面要写一横一横最后一音就是第4音的高音。第4音是低音最后第8音是高音，比如说不高低音滴有点像轻声，真高音国语的轻声。曲的上面还要加一竖在上面你知道了7个音的变化跟它标记的方法。然后你回去看看那个字复习一下就可以。下个礼拜我们从这边开始教下个礼拜从这里开始。好，谢谢。好，谢谢老师。回去要练笔画音。
谢谢大家今天分享精彩的故事哈，想听故事的朋友留言一下，我想再继续听。好，那多谢大家，我们要用台语说什么？多谢，好嘞，好嘞，拜你，好嘞，拜你，再会，您安定。再会，再会。